今日帶大家睇三有嘅安秀苑新裝修單位，門口右手邊打造咗一套原木式儲物用獅字櫃，多層式確保客廳充足儲物空間。櫃嘅中空位有滑軌式插頭，方便小家電，亦有一個梳化位，方便換鞋。左邊都有個到頂櫃用作收納。廳房斜鋪木紋裝配上白色油漆，原木風電視櫃亦同樣係一個多功能展示櫃。電視櫃向左延伸就做埋鞋櫃。廚房保留咗原有瓷磚，做咗套淺灰色有型櫥櫃。中空位用咗珐琅板，可以加裝磁石配件。細房用木間牆隔開，加裝咗緊窗，確保客廳都有充足光線。4尺地台床配埋一套衣櫃連書台加儲物櫃，非常實用。再來同大家睇埋主人房，6尺衣櫃留咗開放架擺放小物品，地台床用來收納就啱晒啦。浴室做台上盤，預埋空間擺洗衣機，鏡櫃後面都有4層空間可以放浴室用品。洗手台右邊位向內收 PD 門就可以啱啱好拍埋去。弧形黑邊框玻璃月屏，確保反浴室乾濕分離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三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